Hello， 大家好啊！啱啱收到消息咧，喺龍崗大運呢邊咧開咗一個現樓嘅樓盤，樓下咧有商場，600米嘅距離咧就到地鐵站啦。2房2廁咧只需要68萬，3房2廁咧就88萬。究竟佢戶型同埋交樓質素係點樣咧？我係康華地產 Andy， 而家咧入去售樓部咧，同大家詳細介紹下先。OK， 咁而家到售樓部咧，同大家介紹下雲福吉祥公屋佢嘅交通同埋配套先。首先我哋最近嘅地鐵站咧就係旺角坑站16號地鐵線，係啦，我步行過去咧都係大概600米嘅距離。2個站之後咧就可以到大運中心站，咁大運天地呢個大型商場咧就係呢個站㗎啦。再多一個地鐵站咧就去到大運樞紐站啦，大運站。OK， 喺呢度咧分別我哋可以坐14號地鐵線去到江夏北，轉乘10號地鐵線去到福田口岸，或者咧我哋搭3號地鐵線去到咧老街，轉乘咧1號地鐵線去翻羅湖口岸嘅。OK， 咁如果我哋喺呢度打車，項目吉祥公屋呢度打車，去到口岸嘅話，去到蓮塘口岸咧就35分鐘，去到羅湖口岸咧就40分鐘嘅時間。OK， 醫療配套啦，我哋咧旁邊560米咧就有個龍崗區人民醫院3甲級醫院，1.9公里咧就有一個北京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1.9公里。OK， 我哋樓下咧就係商場嚟㗎啦，全部開晒業櫃商場，超級市場啊、食嘢啊、買嘢咧全部齊晒。一陣間最後咧會同大家落去樓下睇睇附近周邊嘅環境嘅。好啦，而家事不宜遲，分別咧就同大家睇一睇佢實體樓嘅戶型同埋間隔先。OK， 咁而家咧去到9樓啊，同大家睇43平方嘅2房2廳2洗手間。入門口右手邊咧有個鞋櫃嘅，左手邊咧就係一個電子嘅密碼鎖啦，跟住一個開放式嘅廚房，上下2排嘅櫥櫃、抽油煙機、煮食爐。消毒碗櫃、洗手盤 ，OK。右手邊咧就樓下洗手間，樓上樓下都有洗手間㗎 ，OK。嗱，座廁，跟住咧一個淋浴區5金件，有一個凹咗佢嘅壁坑同埋個抽氣扇，抽氣扇喺上面呢個位置，OK。鏡櫃、洗手盤都係齊㗎啦，OK。我哋睇一睇個空間，再向前行咧喺廚房旁邊咧有個凹位呢個位置咧就預留俾大家咧擺雪櫃嘅，擺雪櫃呢個位置 ，OK。咁如果大家想隔開廚房同埋廳個咧，呢度可以做翻個門，不過唔做門都 OK 啊，其實我覺得。咁再向前行啦，頭先實尺咧同大家度咗㗎啦，2.3米乘4米半嘅開間，2.3米乘4米半，係啦。咁佢咧喺個樓梯下邊一個旋轉樓梯，樓梯嘅下邊咧佢都做咗一個儲物嘅空間俾大家嘅，係啦。咁可以譬如擺下雜物啦，呢個位置 OK。咁佢呢個咧係4米半嘅層高，係啦。咁樓上樓下都係企得直人嘅，做咗個中空嘅一個客廳，咁就空間咁非常之夠。我哋望一望先，嗱呢邊咧佢係屬於一個東北方嘅方位啊，東北方嘅方位。咁個露台位置咧，露台就唔係好大，呢個咧就預留俾大家咧擺洗衣機啊，熱水爐都係擺呢個位置嘅。OK， 咁啊望出去咧，東北方嘅方向望翻咧對面住宅區嘅位置嘅內緣，下邊就望到泳池咁樣啦。係啦，咁呢條下邊呢條街道咧係一個內街嚟嘅，冇乜車行，所以咧都相當之安靜。咁而家咧有好多人喺度游水啊，下邊小區有個泳池游水。咁對面啲入住率咧，大家睇下啦，極高嘅，基本上咧可以話係99% 嘅入住率嚟嘅。好，我哋睇下樓下呢間房啊，43呢個戶型咧係樓上樓下各有一間房嘅。OK， 咁樓下呢一間房咧，佢就係冇窗嘅。係啦，樓下呢間房係冇窗嘅。OK， 咁啊有個冷氣機，空間唔大。OK。好，上樓上同大家睇下先。樓上咧就可以望落去啦，咁就係一個客廳嘅區域啦。跟住睇下樓上間房啦，樓上呢間房咧就真係大嘅。OK， 咁佢咧做咗一個玻璃窗，係啦，咁通翻落去客廳嗰個位置。咁啊一個長身長條形極長嘅一個設計，係啦，4米半層高咧係企得直嘅，係啦。咁我就1.78米，1.78米，咁樓上咧企喺度完全係冇問題。OK， 非常之大嘅一個空間啊！好，去到尾咧，樓上都有一個洗手間嘅，鏡櫃、洗手盤、座廁、淋浴區、抽氣扇咧，全部齊晒。總價咧就75萬啊！6樓68萬嗰啲咧就賣晒㗎啦。咁啊8樓起步咧就要75萬嘅，總價咧就75萬，首期咧就23萬，月供咧就5300蚊。OK， 咁而家睇一個50平方嘅3房2廳2個洗手間，入門口咧右手邊就係鞋櫃嘅空間啦，左手邊咧就係佢嘅廚房，上下2排嘅櫥櫃啦，煮食爐、星盤喺晒呢個位置嘅。OK， 跟住再向前行咧就係佢嘅客飯廳嘅區域啦。好，實尺咧同大家度咗啦，開間咧就2.75米乘5.8米嚇，長度係5.8米，去到呢幅牆嘅位置嘅。OK， 咁啊首先睇一睇樓下洗手間先，上下2層咧都有洗手間嘅。樓下呢個洗手間咧有鏡櫃、洗手盤、座廁、淋浴區，咁空間咧都相當之足夠。樓梯下邊啦一樣做咗個儲物空間俾大家。OK， 咁睇睇佢嘅景觀先啊。嗱，呢個50平方嘅單位咧，佢嘅景觀咧就係朝南嘅，向南嘅一個景觀。咁出嚟露台呢個位置，嗱呢度都擺洗衣機、膠樓冇㗎。OK， 咁啊向南咧就望翻內園為主。我哋而家9樓，9樓望出去嘅景觀咧就係咧前排有一紮嘅舊啲嘅樓 ，OK， 咁但係咧都相對嚟講開揚嘅，下邊咧都唔係一個主馬路嚟嘅，唔係主馬路 ，OK， 咁啊所以咧都比較安靜。9樓嘅空間，好，
跟住咧就係佢客飯廳做咗個中空嘅吊頂，係啦。3房樓下咧第一間房 ，OK。咁喺個客廳嘅隔離，咁佢就做咗一排大嘅衣櫃，床咧就一張1.2米嘅床 ，OK。咁有個採光嘅窗啦，係啦，咁有個窗開咗。呢間房唔係特別大，但係咧擺完床都擺到衣櫃啊。OK。咁我哋而家咧上一上樓上啦。好，上到嚟樓上咧，分別有2間房同埋1個洗手間嘅。首先睇咗洗手間先，樓梯嘅左手邊咧就係佢洗手間啦。咁啊洗手盆、坐廁、淋浴區，係啦。跟住咧，我哋睇第1間嘅客房，第2間嘅客房 ，OK。樓上嘅客房 ，OK。咁佢擺咗張雙人床嘅，咁啊貼近埋個窗邊，咁啊足夠擺㗎啦。一個床頭櫃位，一個書台，空間咧都有嘅。OK。跟住咧佢就有個位置預留一個衣帽間，一個衣櫃嘅位置，係啦。跟住咧睇第3間嘅客房啊。呢間咧亦都係最大嘅一間房嚟㗎啦，擺咗張雙人床，係啦，咁可以做到3邊落床，雖然唔係好夠位啊，但係都擺咗3邊落床，或者拍埋喺側邊啦。OK。跟住咧預留一個3門嘅衣櫃、床頭櫃，拍埋咗佢咧可以擺多張書台喺呢一度。總價咧就98萬到115萬嘅，首期咧就係29萬，月供咧就係6900蚊，租金咧可以租到3200到3400嘅。OK。跟住睇咧一個46平方3房2廳2個洗手間。入門口咧，佢左手邊係個電子密碼鎖啦。OK。跟住咧就一個開放式嘅廚房，上下2排嘅廚櫃、抽油煙機、煮食爐、洗碗機。OK。咁啊，但係單槽升盤旁邊就擺雪櫃啦。咁啊，加樓雪櫃、家私咧呢都係冇嘅。OK。右手邊呢個位置咧就可以做翻個鞋櫃位啦。OK。咁啊，實尺同大家度咗㗎啦。開間咧就2.75米，2.75米嘅開間，長度就係5.2米。OK。5.2米。好，睇一睇樓下個洗手間先。樓下洗手間咧入到嚟咧。左手邊就係佢嘅坐廁位、淋浴區，咁呢個位置咧就係個洗手盆嘅位置嚟嘅。OK。咁啊喺樓梯下邊咧都有一個儲物嘅空間。好啦，我哋睇一睇46方呢個佢嘅景觀啊。咁呢邊咧就係北向嚟嘅，東北偏北，係啦。咁啊都係望內園嘅位置，隔離小區嘅一個內園啦。咁啊採光咧相當之唔錯，一樣都係一個中空嘅客廳啦，4.5米嘅層高。好啦，我哋睇一睇佢個樓下嘅房先。46方咧，樓下呢間房咧，佢就擺咗一張雙人床，咁啊兩邊咧就冇晒位㗎啦。OK。呢張係一張1.8米嘅床嚟嘅，1.8米嘅床。咁啊旁邊呢個係擺個衣櫃啊，或者擺個書台咁樣咯。好，我哋睇樓上嗰2間房啦。樓上咧有2間房同埋1個洗手間嘅。咁首先就睇咗洗手間先，洗手間咧一樣都係有坐廁、有淋浴區，係啦，4.5米嘅層高。OK。咁啊睇樓上嘅第1間客房，即係第2間，總共係第2間客房。咁啊，佢擺一張雙人床，係啦。咁啊，旁邊咧擺咗個床頭櫃，係啦。跟住後邊呢個位置咧都有個衣櫃嘅位置。咁呢度大家可以擺翻張書台啦。跟住咧，最後第3間嘅客房 ，OK。呢間咧佢係唔做入牆家私啦，佢就直接買咗啲家私擺咗喺度。雙人床做個3邊落床，係啦，咁有空間嘅，做個3邊落床。跟住咧床頭櫃位，一個雙門嘅衣櫃。46平方3房2廳2個洗手間呢個單位咧，總價咧就88萬起。首期咧就係26萬，月供咧就6200蚊。呢邊咧都係可以租3200到3400嘅。OK。跟住而家同大家睇一個69平方4房2廳2個洗手間嘅單位。入門口咧，佢呢個位置咧就係佢飯廳位置嚟嘅。喺門後邊咧，佢有個鞋櫃位俾翻大家，上下2排嘅儲物空間。OK。咁啊睇個廚房先。廚房咧佢係一個明廚嚟嘅，咁做咗一個 U 型嘅設計，2排嘅廚櫃、抽油煙機、煮食爐，係啦，雪櫃咧就擺呢個位置啦。OK。咁實尺咧同大家度咗㗎啦。客廳嘅開間咧就3.5米乘7.3米，由客廳露台嗰個位去到飯廳呢個位就7.3米，3.5米乘7.3米。好啦，咁我睇一睇樓下佢嘅洗手間先。樓上樓下都有洗手間㗎。OK。樓下洗手間咧係一個明廁嚟嘅，咁啊淋浴區嘅位置咁啊唔係好大啦，做唔到個乾濕分離，係啦。咁啊坐廁位、洗手盆、鏡櫃。樓下嘅第1間嘅客房。佢冇擺家私喺度，大家見到咧，佢都係冇窗台位嘅，所以個實用度咧非常之高。大家咧可以做翻個書台，跟住咧呢邊擺翻個床，旁邊咧做翻個衣櫃，咁好大嘅採光窗呢度。OK。我哋睇一睇佢嘅景觀啊，都係咧做一個中空嘅吊頂，係啦，空間感咧非常之足夠，4.5米嘅層高。OK。咁呢邊咧係向翻南嘅，望翻內街嘅景觀。咁而家咧雖然樓下有車，見到咧一直有車喺度經過，但係咧都冇聲嘅呢邊，因為呢啲內街咧佢哋啲車嘅速度咧唔快嘅，一定唔會快嘅。好，咁露台位置咧，大家咧可以擺翻雪櫃，唔係擺翻個洗衣機呢度啦。洗衣機 OK。熱水爐咧都係擺呢個位置嘅。好，咁我哋咧準備上樓上，喺樓梯下邊咧一樣都會有個儲物嘅空間俾翻俾大家。好，咁上一上樓上睇下啦。樓上咧就有3間房同埋1個洗手間。咁啊，首先睇第1間嘅客房，係啦。咁呢間客房咧
樓上第一間客房咧係冇窗嘅 ，OK， 長方形嘅間隔，咁啊有個冷氣機嘅位置啦。第三間啦，係啦，總共有4間房，呢個第3間客房。呢間咧相對嚟講就冇咁大啦，咁但係佢有個窗喺度 ，OK。樓上嘅洗手間係一個明廁嘅設計，係啦，跟住最後咧就係最後一間房，係啦，咁一個大嘅採光窗，擺張床，擺雙人床都可以做3邊落床嘅。旁邊呢個位置咧就擺翻個衣櫃。OK， 69平方4房2廳2洗手間呢個單位咧，總價咧就120萬到140萬，首期咧就36萬，月供咧就8500蚊，咁租金咧租到4200到4400蚊嘅。OK， 咁咧啱啱咧就同大家睇完4個戶型啦，2房到4房咧都睇晒。咁而家落咗去咧，佢樓下係啦，佢2排嘅商業街同埋佢個商場咧，全部開晒業㗎啦。咁對面呢個位置咧就係佢旁邊嘅吉祥里豪庭呢個住宅項目，咁啊住滿晒人啊，樓下啲鋪頭咧都開晒，零食節點啊、鄰里呢啲茶飲店啊，旁邊呢啲咧有個客家園、一個客家菜手撕雞。OK， 咁啊同大家睇一睇咧呢邊仲有啲咩鋪頭先。咁啊呢邊咧佢有整手機啊、一啲炸串啊、眼鏡中心、藥房呢個間藥房，跟住旁邊咧有砂鍋粥有電信公司啦、肯德基、真功夫呢啲食肆咧都係已經開晒業㗎啦。咁下邊呢個商場咧，佢就叫做又一丁購物中心，又一丁購物中心係啦。咁啊裏面可以買嘢嘅超級市場咧都有㗎啦，就喺前面嗰個位置係啦。咁啊見到咧2排啲鋪頭啊，對面街有元記雲餃有個水果店百果1號，呢度有個潮汕嘅牛肉店，呢啲都係開晒業嘅。咁啊當然啦，樓上啲就係啲舊少少嘅樓。OK。咁呢邊咧，除咗真功夫之外啦，其他嘅快餐店都有嘅，咁包括咗一啲嘅超級市場。咁繼續睇一睇呢個商場啦，咁佢咧有個超級市場嘅，咁喺2樓嗰度，3樓咧就有個戲院，咁2樓咧仲有一個台球廳，一個桌球中心。咁樓下咧有個中國移動啦，呢邊咧呢間烤魚可能唔知係咪冇睇過烤魚啦。OK， 下邊有間蜜雪冰城啦，跟住有間永和大王，咁啊都係食肆嚟嘅。咁兩邊街咧，我哋見到咧泊滿咗好多車，係啦，有好多車喺度。附近咧住緊嘅樓咧，全部都入晒伙㗎啦，咁啊非常之多人，有間客家菜嘅，係啦，咁樓下有一個大型商場，全部齊晒㗎啦。咁個配套咧喺呢度咧就非常之齊全㗎啦。咁好啦，而家同大家咧做個總結先啊。睇完佢周邊樓下一個商業嘅環境之後，以佢嘅配套嚟講咧，佢就齊晒，同埋全部嘢都係現成嘅，有商場、有食肆、有戲院，係啦。咁有好多嘅鋪頭，咁呢邊咧人流咧都好多嘅。而家下晝呢個時間咧，見到條街都好多人喺度行。OK， 咁但係咧佢呢個樓盤咧。吉祥公館啊，佢咧係一個現樓嘅項目。之前咧佢就係全部都係租出去嘅發展商 ，OK， 發展商係租緊出去嘅啲單位。咁所以咧而家交樓嘅話咧，就全部都係有租客喺度，睇唔到樓 ，OK， 咁租咧就租咗10年㗎啦。咁大家咧可以選擇咧連租入去買，係啦，個單位唔同嘅，咁但係有個間隔嘅區間，可能就差200蚊咁樣 ，OK， 咁大家可以選擇咧連租入去買，租金回報咧去到4厘7嘅 ，OK， 咁或者咧大家選擇咧就交吉發展商咧可以幫你咧。將個租客咧退租，然後交吉俾你。咁每一個單位咧就係現狀去交㗎啦，咁就唔會再去執收執漏。OK， 咁睇唔到佢單位裡面嘅情況啦。咁呢個係一個少少嘅缺點嚟嘅。咁但係以佢收租嚟講咧，就係非常之有保障，即時可以收租㗎啦。係啦，高回報嘅收租。OK， 咁每一個單位咧都有租客嘅，住滿晒人㗎啦。呢啲就係啦。咁今集咧嘅分享嘅內容咧就去到呢一度啦。咁大家如果想攞更加多詳細嘅資料啦，想攞視頻嘅話咧，可以 WhatsApp或者打電話俾我。係啦，亦都可以。